各位郑老师，各位监员，大家三是我针对天恩书记都市的风水、市政师傅的改革，以及咱全民的改革，咱丰和理事长的邀请，会当伫早起这个讲座来甲咱结缘，感到非常的荣幸。那么，在这个课题内底是我想要甲咱报告，就是有关于一贯道伊的内涵，甲信仰的好处是啥物呢？那么在座各位虽然伫这个讲座来听，咱这个录音带会流传去外口，流传去外口。那么伫这外口内底对咱一贯道会去了解，可能无咱遐尔做遐尔好安尼吼。那么因此，今仔日伫咱这个讲座的报告以外，为咱家己内涵知影，来介绍一寡互社会人士知影。所以，我要报告的课题就是信仰一贯道的内涵甲好处是啥物事。那么，各位一贯道到目前为止也都是互人感觉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一个宗教信仰，非常神秘加神秘。感觉讲这个宗教到底是咧创啥？伊传的是啥物物件？伊做的是啥物工课？感觉奇怪咧，有当时还佫做用诚心邀请人去看，有当时还佫无爱互知影咧。所以，对社会人对各位有看到电视的人应该会感觉对一贯道也感觉真神秘。但是一贯道，互人会感觉历史以来几多十年来，咱对民间的误解，甲政府的改进，这段真辛苦的路程咱大家行过。过去一贯道，互人批评，互人指教，上好听讲压两道，上歹听讲趁三顿互咧办。这是一贯道伫民间人误解诚深的所在。但是各位，对咱的政府，对咱的民情，对咱的风俗，是绝对无用阮讲下身裸体来代表，这无可能。尤其一贯道的道亲，真容易去导人就是讲带你的亲情朋友，带你的爸爸妈妈来就道。咱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做妈妈绝对无讲头壳歹去带查某囝来遮下身裸体拜拜。这是上界会当有咱的证明讲一贯道会互讲咱下身裸体咧大原因就是因为咱咧传三宝传下的过程内底袂使互看，袂用咧互知影。所以人去外口就甲咱风声为什么袂当看？其实在历代以来传法拢是秘密的，传话是秘传的，这是为家来。那么咱这个道有咱的经验，拢是为大陆千辛万苦，从咱师尊师母代表过来台湾办道来传道，所以就沾染就是讲大陆甲咱台湾的这个色彩。所以政府甲咱定居坚固的时间。不过针对这个课咱一贯道内底讲这课，就针对这个课也袂歹，怎袂歹？讲因何得福？因为久报纸就甲咱宣传，迄种唔免开广告去的。但是对嘛久就甲咱报讲这一贯道这种了解一版拢几落万呢。这个咱保公建筑落成敢若牵一版就要30几万呢，甲咱牵几落工拢免钱，看咱6年来我赚偌多，你甲想好啊？甲咱赚这广告费赚不少，所以咱伫咧传道，咱伫幕后非常的辛苦，伫咧做，目前有政府嘛，因为伊请者去牵报纸咱嘛诚出名。虽然大家一直半解讲这是一贯道，是压两教，是车身裸体咧办，迄拢无红，迄甲咱的修行拢无关系。咱嘛是照常为20-30档以来修行修到遮尔好，对社会嘛是历历伫咧贡献
咱就因为报纸刊，因为人批评，因为人讲，啊，大家无了解，咱就无做，无啦。咱共款足认真伫咧做，这是咱爱认识的讲，一贯道伊哪有遮尔啊侪人咧信仰？一贯道伫这个社会扮演的角色，哪有遐侪人认同？哦，那一般社会讲讲信徒哪会遐多？只要拢是一贯道伊有内涵，伊有好处，大家才咧信。不过在做各位道亲咱爱知影吼，咱一贯道以民国76年，就讲用政府立案了后，那么咱就以无后行向无前。这是哦，若讲讲食菜，若讲讲修行，爱讲较细声淡薄。咱若去无素食馆的所在食饭，啊，若要讲买一饭买一菜，啊讲啊你哪安尼食？无啦，我食菜啊，食菜啊，我食菜无啥共款，食菜啊较细，我食菜较大，你知？吼，啊，即摆咱讲食菜，啊，较早人去做兵，还是去创啥？去倒位参加活动，讲你信啥？无啦，我都信佛教。啊，上古早讲话做信道教，因为咱古早伫咱理事长经过上前人代表啊，伊甲咱有参加道教会，所以上古早咱是道教，吼，也未改正以前咱就挖过一站道教。所以后人讲咱是佛教，咱讲是道教，其实在拢毋是，咱叫做一贯道。啊，咱今仔为无情行向无后，行向无情，就向头前来推演，所以才有今仔日这个工作。希望讲透过这个录音带，希望透过咱这个工作，互咱的社会人士知影咱一贯道是啥物物件。但是在座各位你一定要会记哦，你互社会肯定咱一贯道，你互社会知影咱一贯道的好处哦，上简单的一条路，上简单的一个速度，就是讲咱家己家己做啊好。咱家己家己修啊好，咱家己甲厝边做条，安尼甲斗啊好来安尼吼，安尼就一贯道咧推动就紧啦。各位工作的人，各位恁有看录影带的人拢同款吼，可能你的厝边做条，拢有一贯道的地主，有一贯道的道亲。啊，你若听到道亲，看到道亲讲，哎哟，这个人都袂歹，有影人信迄吼修养袂歹。啊，你若一当甲人做到烧麻冤多牛罪吼。伊讲啊，我看迄道吼，你讲什么一贯吼，一贯道吼，我看是差不多啦，无偌济啦。但我也办餐厅啦，人我无信，大项也无咧创啥，也无咧食菜吼，伊修养也无比伊较差。所以这个啊，可能一个误解吼，因为都是真宗教，都是真知性的，不过个人的修养吼，也个有差别。所以我希望咯，咱的道亲们在做。一定爱安啊，家己本身修啊好，啊再甲厝边做条吼，啊下来，安尼这个道啊，才有法度咱以无后行向无前的这个当下，人才会甲咱成立。所以咱三宝团体内底，咱讲这个合同安尼过啊，这个合同过起来，或者圆满嘛，或者附加种合适，咱安尼嘛合适啦。不过咱这个合适是安那，伊个圆融包容。咱若袂晓圆融甲包容，那这一贯道你安那向无后向无前，对无后向无前去推动，这是足要紧的。所以咱今仔出门，咱要谨记在心。尤其咱若穿这恤衫吼，足新鲜的，足奇怪，人会拢甲你问讲，啊你是保险公司的哦，啊你是毋是保险公司的？讲我毋是咧，我讲做上天的保险公司啦。上天的保险公司你知，因为咱求道有啥物好处？求道有好处就是讲会超生了死的道在下来嘛，这咱大家拢知啊。会互咱内心灵的内在得到解脱，会互咱这个身躯的本性完全灵魂解脱，或者超生了死。啊，会互咱的这个在生的灾劫灾难，会当透过咱的信仰，咱的精神老母娘，咱的本尊弥勒佛，咱的真济咱有敬仰的神，甲咱庇佑，甲咱化解。啊，透过安尼，咱若无做好，哇，啊就麻烦啦。所以这个咱民间唔知影，啊，咱大家爱来推动，应该家己做好上要紧。所以对于民间的误解也好，政府的改进也好，这几年来，咱大家拢对于预热做。那个有一点就是讲，咱过去时啊，过去拢是日日经营啊，日日经营就是讲点点啊来做。过去咱啊
有去鼓励伊，有去养老伊，有去社会公益团体，咱若去捐钱，嘛毋敢写一贯道呢。安怎你知影无？因惊掠啦，我嘛毋敢啊。这时我嘛毋敢，我嘛写我的名，写公司的名，我嘛毋敢写一贯道单修名，干遐好大，怎么写安尼良心就来掠去啦。但是政府改进了啊，咱社会清净，所以咱就公开来活动啊，公开活动做了足侪工课，所以在座各位，咱诚心的捐献啊，咱若有伫社会做公益事业，一定要办一个一贯道总会，一贯道总会。代表我们的团体，代表我们的道，代表咱的道，代表咱的团队，安尼才合作真正立经群啊，依据个啥，甲合作整体性的观念，整体性的推动，那么才会当得到社会的领导。这是就伊再来做开头，但是各位唔通袂记得讲，这是咱的尊严，是咱的尊严代表啊，非常的辛苦。从咱师尊师母的代表，为大陆为大陆，以至甲来台湾办道，非常的辛酸苦涩，费肝换来结晶，咱爱来珍惜。安怎讲爱来珍惜呢？咱若无珍惜，社会人无甲咱认同，咱的家庭无甲咱认同，咱的修道无人甲咱认同，各位，安尼做修这道啊，毋是一贯道。或者咱台语讲啊，做高缺道啦，高缺道恁知无？修甲高缺，啊无亲情，也无朋友，也无做边，也无隔壁，啊50、60亲情，80、90岁拢无啊，剩咱家一个安尼的时阵那这就很麻烦了，就真麻烦。咱一贯都是一个真宽容、真包容的宗教信仰，希望讲咱安家来延伸给咱师尊师母的代表。延伸着咱捐献的辛苦的迄个结晶，安尼咱向社会来讲，咱一贯都是好，人会肯定；咱向社会来讲，咱一贯都是赞的，人会甲咱认同。那么安家咱好好来甲伊珍惜，这是足要紧。那么再来就是讲，虽然咱是公开，虽然咱是已经伫社会有淡薄这个或者名望啊，尤其最近咱的道场一直听到咱政府的首长种种来甲咱活动哇，感觉名声真好。不过社会人士对一贯道的宗旨、甲伊的活动内容、甲伊传发的内涵，也是一知半解。真侪学者你甲讲一贯道，真侪学者你甲讲一贯道，你讲一贯道听说过，捌听过，伊是咧创啥？有当时咱嘛才临时向良说，唔知你安怎甲伊讲咧？讲一贯道是安怎？向良要甲讲就讲一贯道是安怎按照咱一贯道的宗旨安尼甲伊念互伊听，正听道无心灵，讲修无，念了后听伊讲怪怪你来信甲遮尔好多机械化科技化，其实在希望讲今日借这个机会。做这个感召，做这个录影，会当来讲咱一贯道的内涵是啥？讲咱一贯道对社会活动的进行是啥？讲咱一贯道伊伫咧传发的过程又是啥？那么首先就要来甲咱讲一贯道的名称。一贯道名称按倒来？一贯道的名称按2条线索来，两条线索。对文化传承来讲，文化传承来讲的话，伊是按孔子甲颜回颜夫子的这个对话来。有一天孔夫子叫颜渊来伊讲这个我道一以贯之，这句话伫四都真出名。时常互咱一贯道的弟子提起要讲的讲一贯道就是我道一以贯之，但是。这个是文化传承是对的，如果你传发的传承内底伊要淡薄确实。确实的所在就是讲，这几千年来，不是一贯道一直传来，是伫16代祖才传来。这是伫文化传承上是对的，传法的传承上还是有缺失。所以，有一
伫个一个宿主啊，专门做政务班的这个讲座啊，拄着王邦雄教授，他每一次伊就讲，伊讲足奇怪，一贯道地主来到我研究宿主这个条目啊，就提讲我都一律关注这个题目来问我，啊无就问讲表面道实事可以安怎讲？伊讲足奇怪，这一贯道的这个信徒地主他会拢安尼，这就是咱对这句话啊有一滴灌溉。啊，这句话是不是成立？可以，就我后啊拄则有报过啊，讲就传承上或者啥，传承上或者文化传承是合理的，但是传法上应该按个深入去了解，安尼才好去真正了解。那么这一贯道为倒位要来，为倒位要传承，就是为15大祖，清末年初啊。咱的这个民国初年甲清朝元年中间，咱的15大祖王杰一咱一贯道传承内底15大祖。15大祖师王甲一，目前伫学界学界对咱师尊师母无印象，因为咱师尊师母无译作，没有著作书本啊，没有书本经典流逝。唯一有做译作近代有关咱一贯道的经册啊，就是15大祖师王甲一，其中有著理数合解、历年夜历。就名个历，还有一贯探源谈经录，多书48份，这种种这编辑和学界真认同。所以目前伫研究宗教的学者，若讲王杰一讲理数合解是比这支的，伊讲一贯道啊有真多理论会带伫这个所在徛的条卡啦，国语讲或者站得住脚。那么伫一贯探源内底有讲一句话，讲吴太洪三绝一贯。吴太皇三奇一贯，所以名这一贯道，它是在传道。那么这吴太皇三绝一贯又是什么意思？吴太皇三绝一贯，才会当展现着咱佛堂的设备。咱的佛堂设备有无？咱的女灯或者女烛灯，咱的迄边对花灯或者啥，或者太极灯有无？咱的这边这花灯或者抢天的灯，其实咱唔是在抢天或者皇极，皇极是皇帝的皇才对如果您以前有讲抢极，都是讲唔对的，要改进，要改进。那么吴太皇三绝就是武极、太极、皇极，甲伊串做一会，或者一贯。就是讲，咱这个道是安怎来？为天、为宇宙里天一路来到人世间呢？这个一条金线贯穿来，安怎做一贯道？按按这来理解，咱传法的过程就无瑕疵啊，就无弊病啊。安尼社会啊，若要咱要个社会人士知影，尤其咱在座有看到录影带的人，要了解一贯道，一定要为这个所在如此。来了解伊的精神甲内涵上，咱无极就是讲无极理天，无极理天，即讲无形无相无声无草的所在。若气天就是讲咱看会到这个看会到这气象界，看会到这个咱要包括星球这拢是。皇极就是咱这个所在。地球的地方啊，宋朝理学家就把这个所在讲做皇极、皇极，皇极就是有形有相。那么为武极、太极、皇极会当
来做成讲三极一观，来理天、气天、强天，安尼串联起来，就是讲咱的本性来自理天无极，来到经过到气天，来到这个人世间的历史去。如果会当经过一贯道的名师传法，一着三宝了后，以这个方式来修持，会当会当反其入理，反其把这个气病啊，把咱这个所感染着气质这款物件拢来去除掉，咱的本性同款会当归本为或者理天的世界，这是按照来做解释。那么由办道的理想来讲，咱是要做天人合一，哦，五太皇三极一观啊，讲起来就是要做天人合一。那么这个天人合一啊，是安怎讲？如果咱各位若有思考有想，咱即摆办道的精神啊，你甲伊了解，啊，咱甲伊写来就知影吼。这边属天的部分，这边属人的部分，各位有注意到无？哦，一边是天，一边是人。按咱呢，六太皇三极无极理天，咱的信仰就是咱中尊有写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赞。对吧？咱来，尤其来这个心理讲堂啊，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老母的全名啊，老母的全名、全含名就是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赞，这就是咱一贯道咧讲的老母伊含义伫遮。所以无极开始啊，这明明上帝啊，安尼咱简称或者老母。我这老母啊，我拢定来安尼解释，各位可能捌听过。因为中国人对这个庙啊，非常的这个敬重。就咱出世来讲，咱先到妈妈的巴肚来10多月，哦，咱爸爸来巴肚来10个月，所以对妈妈拢特别较亲切。啊，美国人是父权社会比较重哦，所以因离婚啊种种吼，甲大汉甲细汉哦，妈妈换几落个安尼，所以因为上帝啊对啥？因为上帝咧天父哈，咱的上帝对啥？老母是共的啦，是共的所以真心切的代志真心切。所以他们的上帝叫天父我们的上帝叫老母其实在咱中国人有拜老母无？你看，中国人有拜上帝无？有啦恁捌拜无？你是伫佛堂寺了都拜，恁以前捌拜无？我讲以前捌拜无？唔捌啦，捌敢捌？安怎拜？拜天公，有人讲拜天公。其实在咱中国人拜上帝拜甲拢唔知乌白拜，安怎拜你知无？因为咱过去咱中国社会是皇帝制度，你知无？皇帝制度就是讲天主。所以伫咧咱的数字内底讲，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会当拜上帝。你知影孔子以前是做大官，你知影无？伊对皇帝去拜上帝，会当斋戒沐浴，民间袂当拜。民间拜要去拜天公。安怎讲？因为咱的皇帝对啥？天主。天主拜上帝。你嘛才变拜天地呢？天主拜上帝，你嘛才变拜天地呢？咱是天主的子民咱变天仙那个。
咱对天孙咧，天孙拜天公就对啊。你对啊，这理论是对啊，合理的啊。你慢慢啊，等于思考，这是中国人来的所在啊。所以讲，对啊，老早咱就咧拜老母，老早咱就咧拜上帝，咱就是拜甲唔知，啊拜天公，对不？啊，大家拢甲天公送送王大天公，麻烦你啦，迄是天天的主神嘛。啊，那理论的主神吼，绝对是上帝，这一定的嘛。所以一贯到伊就是按这个信仰主神为老母开始，但老母开始以来，咱伫这个所在未是要叫什么人来带咱转去。就讲啊，电视镜头前会俾改革啊，咱伫人生，咱大家拢未是啊，贪嗔痴爱啊，尤其即个文明社会啊，什么毋是对咱的，什么毋是互咱简单的放不来。那么你要安怎办？你要安怎离开？你要安怎种种啊？你拢要透过办法的思虑，要透过修持的功夫，要透过一段时间的练，安尼你唔才有法度真正讲，大家讲伫这个现代社会伫咧修行啊，内海甲咱去挂目镜，去开外国调车，啊去。食足好诶，啊，毋过心地诚善良，修养修诚强，啊，修行修诚好，啊，对人嘛是安尼像古早和尚啊，古早诶个大德禅师啊，你去度人就是共款。虽然咱是穿西装，插一个无剃头，无穿迄个个戴好安尼啊，啊，什么拢共款，什么心地拢共款，这就是一贯道行入人世间道道，啊，就完全咱多数就是女人负责。你多数就是女人的，那么女人是，主神的形式。那么今天你透过这个教头，咱来介绍讲伊的内涵是啥？为什么咱要用这尊？传统的佛家，女的佛像毋是这尊，女的佛像是非常的庄严，甲咱普通佛教迄个佛像是正共款。但是咱那个用这尊，这是毋是咱选择的啊？毋是咱一贯都来选择出来，人世间就宋朝以后一段时间，就拢用这尊代表。啊，就是在就阿每一摆若讲到这个课格一贯道这三字，就要讲恁就多说这个佛像，不但代表。你就说，那用这个佛像来示现人世间，就是讲以后我的地主爱像我安尼来修。以后要做我的地主的人，你就爱像我安尼，像我安怎看我这尊像，你就知影我安怎修。你看释迦牟尼，你就知影你爱安怎修。头毛爱互鸟仔做修，爱苦修，爱无到三角，大家佢拢看现现。哦，爱怎样点点做，哦，爱修行，爱头毛，啊，咱你就会毋是哦，无头毛，哦，啊笑。啊！你看伊遐衫是毋是无钱？通买去买海布丢水去？啊！你洗衫袋连丢水也穿袂落安尼，毋是丢水的啦。这尊佛像吼，头啊无头毛的意思就是讲，咱伫现代这个社会，你修行共款爱无烦恼，爱修到什么程度？爱修到无烦恼。这古早人讲这头毛这3000烦恼丝啦。伊讲你看我无烦恼，你甲看。啊，你要做我的地主，哪会使烦恼？安答无？讲伊安知无？安尼我看请伊遮主事的人去请一个剃头师傅来，等下拢爱剃头哦。我讲足奇怪，你知影吼？足奇怪吼！咱释迦迄个佛像无剃头，你知无？无剃分的，啊，因为地主拢剃头。啊，咱女的祖师无头毛，咱是个地主拢老海干啊。你们这种识到或点头单，这奇怪。啊，其实佛像就是让我们开悟嘛，佛像就互咱开悟嘛，对不？啊，所以希望讲咱啊怎样？啊，过来，伫这个现代社会代志足多，哦，交别计较，过去一世人实在无30个人啦，实在无30个朋友，过去是砖头哦，一世人也无出这个砖头哦，实在无30个朋友，即马吼。一个月交新朋友交30-40个，一世人吼实在几落千的这个人数。你看，你能这样？咱毕竟跟人讲话嘛，一定爱笑。你讲你要修道，要出门，要跟人聚集，爱笑，爱满面笑容。
啊，人要无烦恼，要有笑容啊，安怎？爱心胸坦白。所以一贯道的地主修持的就是心胸坦白。心胸坦白啊，佫无够，你知无？爱去安怎？爱去度量广大。伊讲，你看我八道拢看会到，好，即啊佫度道，佫提提，心胸大，坦白，度量大。哦，啊度量大，爱去安怎？爱佫会晓赢。有挑卡无？你看有挑卡无？有啦，那也没有，挑一卡票那也没有，而且连挑一卡票都没有。哦，一卡挑卡，啊一卡团队，迄什么意思？你知无？赢也爱收，赢也爱赢啦。唔通个无赢啦。啊，你有注意无？迄挑卡迄寒佛珠，啊，佮摕布袋，你有看到无？摕佛珠什么意思？寒布袋什么意思？赢爱收，钱也爱赚嘛。你听啊，你知无？啊，咱一贯道的地主，咱嘛家己赚，家己食，啊，家己做，啊，员工了员工食，家己添养力啊。所以，伫这个社会，一贯道之所以用肯定，就是因咱拢牺牲奉献啦。这大声话，咱是咱直接讲。咱有钱家己食饭家己，啊去做别人的工课啊。哦，去斗做工课就是安尼嘛。啊，所以你甲看讲，以这个咱的免疫力、躯的互相安一路来，互咱感觉到是啥？无烦恼，真笑容。心胸坦白，度量广大，哦，人感觉真用，不过刀嘛要收，钱嘛要赚，对不？哎呦，就甲咱现实这个，咱做业地主拢相像就对啦，完全相反，这也叫天人合一。你就做出来人世间实现就是一个对科技、对社会无排斥，同款就这个社会伫咧走动，但是你的事业安怎经营拢无要紧，你安怎做拢无要紧，但是你都爱收。你才会当超生了事，对，咱足侪企业家嘛，哦，大家嘛，这大家拢知影，长荣航空的董事长张荣发典传师，伊拢大家拢捌，也都足侪念袂完啦，哦，这是较代表性。企业家电燃物电器的董事长，啊，姚伟年姚董事长嘛是咱的典传师啊，这种大企业啊，啊，因哪会肯牺牲奉献，就是伊对一贯道的内涵有了解，所以。各位，做出来啊，就王师尊，咱讲或者老师，啊有如意菩萨，这是天的部分。啊，天的部分才教互人，教互咱师尊师母。哦，啊，各位，恁即摆就感觉奇怪，咱讲啊，咱咧拜拜，咱会拜遐济，哦，咱有拜阴阳上帝，啊有拜咱的王师尊如意菩萨，有拜咱的师尊师母，有拜咱的祖祭祖先，这就是一贯道啊，对天、对人、对祖先尊敬的所在。那么安尼。咱按照天啊转互人，所以咱的师尊师父来传道。师尊师父一个人袂当传全世界，只好真人来代表来传道，互咱的典传师来代表来传道，这是天人合一啊！天人合一。那么按这天人合一的理想，为武太极啊、武太洪三极一贯的理念来，对人来这人世间。修办道，乃至人世间磨练，乃至是人世间得到了，会当透过咱祖师的心法，安那得到超生了死的门路，安尼登去无极理天，或者三极一贯。啊，这也是人世间吼理想带动世界人间净土的事业。假使各位，咱即摆啦，真正有法度，甲弥勒祖师的心法体下的话，那么咱。也无烦恼啊，逐工笑笑笑，哦，心胸也坦白坦白啊，啊，道量也足大足大的，啊，佮趁有钱，啊，佮有修行，你看这人世间占着都去倒去超生了死，我看大家拢大袂歹哦，敢是安尼，对无？哦，这人世间老亲像咱弥勒祖师这个非常的理想，我看吼，大家拢大袂歹啦。哦，所以各位，这是人间净土的实现，是咱一贯道办道啊最大的内涵就对。这点也是咱各位爱知影的。那么，介绍这一贯道名称甲内涵以外，就要甲咱报告的事情。就讲一贯道虽然是对政府公开，伊的组织运作是公开，不过到目前为止，咱传授三宝的心法。也个是安那，也个是密团，也个是密团，所以有看到咱这个录影带的前贤代表啊，有咱在做讲座的这个前贤，你的亲戚朋友，也是你家己
那也未求过多的，啊，也未过来这道场参加咱个活动的人，应该多鼓励伊来求道，多鼓励伊来进道，多鼓励伊来第三宝，来理解，来理解讲，这个一贯道伊传法的内涵是安怎？因为这个规矩，这个法规，这个天律，这也未当无讲即阵在电视甲你讲的啊。你看甲电视讲的，你会成道袂？如果在电视看到第三宝哪有效？安尼看电视哪咧主教无？会付赔呢吼。